现在老师要讲解的是俄鲁特部落，哇，好美！这个俄鲁特典型的看没有？它是翘檐这个尖，这个翘檐尖也有故事。至于说这故事怎么讲的版本很多啊，所以我们就，但它的辨识度高的就是它的坎肩是带翘檐的啊，翘檐尖。对，这个翘檐尖啊，男女同款都穿的坎肩啊，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特点，他们身上要带七彩绸的侧份的这个装饰啊，这个装饰有很多说法，就是它这七彩绸在草原茫茫草原啊，这必须也有辨识度很高的东西，所以他们这个彩绸起一个就是能够在飞起来的时候啊，草原上这个骑马飞奔起来以后，它绸在飘，所以也增加它的那个老远度啊，辨识度啊，这是一种就是生活中用的这个常识，但还有很多寓意，这个时候就以后慢慢再讲的事啊。它这个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是头发的小辫儿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它的辫儿。他把两只辫编好了，装在辫套里头。哎，这又是一种，你看这辫套多长，下面就寓意它辫梢的长度啊，再挂上做成装饰。对，很多装饰，而且上面都做的这个。它跟托克的那个服饰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它最大特点，它是叫在呼伦贝尔的一个支，就是它大部分的人是在新疆，他也是都不会回来，可能是啊。对。他大部分的很多人都在新疆，有一少部分在。这个帽子也特别漂亮，帽子也很有特点。对。蒙古族它是一个就是对服饰要求很高的，它要有帽子相当于天，它要有靴子是脚踩的地，啊，那么中间的服装就是属于父母给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讲敬天敬地啊，敬祖先，对，所以我们的服装是一个完整的，不能拆开了去穿，对啊，有衣就得有帽，而且我们蒙古族也有个习俗叫男生敬酒之后一定要戴上帽子去敬酒，给长辈敬酒啊，给朋友敬酒戴上帽子，所以我们衣帽嘛啊，还有个讲究衣冠啊要整洁，对，好，这个有点长，你得提着衣服走啊。对，小心，服装主要太贵了。对，是我们大家都爱惜。